听戏 APP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复排花旦裘丹丽。更多戏曲的最新资讯、精彩曲目，尽在听戏 APP。首先，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这是我第3次来到国家大剧院演出。那前面演出的都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经典剧目《红楼梦》，这一次带来的呢是新编的扶贫题材的剧目《山海情深》。非常有感触的是在这2天演出的时候，谢幕的时候，观众们都是迟迟不肯离去，就是谢幕到达5到6次。所以说，我觉得北京的观众非常的热情。这对我来说也是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那《山海情深》呢，是上海的首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它讲述了上海的扶贫干部和上海的服装设计师，他也是一名志愿者，来到贵州的贫困地区，与当地的苗女们携手奋进，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故事。我在这个剧中演的是一个名字叫石叶的苗女，那她呢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子，她是非常热情、泼辣、敢做敢干，也是风风火火的这样一个人物。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是《山海情深》是我的第1部现代戏，就是所有的观众他们看到我都原本是在台上是那种古典女子、古装女子，我从来没有在舞台上演过现代的女子。然后当时拿到剧本的时候我还挺恍惚的，我说那怎么会是我演这个角色？因为她是整个山寨子里面最风风火火，就是最火辣的一个，就是像鞭炮一样的一个女人。然后当时在开排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也走不了台步了，因为我就是走台步，我就喜欢起个范儿，就要起个范儿再出去，但他不可以，就现代人没有这样子走路的嘛，然后就脚也出不去，手也出不去，手也不知道该放哪里。然后当时就第1天是挺崩溃的，然后慢慢的是我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就3天之内必须把走路给学会，就把所有以前20多年学的古装戏的东西全部抛掉，就要重新学习在舞台上怎么走路。然后是为了符合这个人物，我看了大量的那个苗族当地的歌舞，就是学他们的舞蹈，也学唱了他们一些苗族的歌曲。然后我自己学过2年小生，就把小生那种比较刚毅的、比较阳刚的，或者说比较直接的那种性格跟性情再加进去。所以说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目前来说我觉得还能够在舞台上面看到很不一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我的越剧之路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命中注定的。因为我出生在一个越剧世家，就是我的姨妈，我的表姨妈是跟袁雪芬老师是同一届的同学，然后后面是我的舅妈，然后我的还有2个就是亲姨妈，她们是专业的，她们也是12岁就出去求学唱戏去了，也是现在也是国家1级演员。然后我也是越剧演员，然后还有我的小侄女儿，她也是越剧演员，就所以说我们家就是世代就是感觉像传承一样。而且我们家是在嵊州的那个崇仁镇，这个镇上每个人都会唱越剧，因为它是越剧的发源地。就我跟傅全香老师，就是他的故居跟我出生的地方，我们只有40米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为越剧而生的吧。我跟傅全香老师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缘分非常的美妙和奇妙。就是我应该在40多年前，就是我妈妈是在紫砂厂是一名雕刻的工人。
就是当时是傅全香老师去故乡，去回去探亲嘛，然后他看到了我妈妈，他说：“哎呀，这个小女孩，挺好看的呀，想不想唱戏啊？”然后我妈妈说：“哎呀，那现在因为我有2个姐姐都去唱戏了，所以说我妈妈舍不得，然后就是我外婆舍不得。”然后傅老师说：“哎呀，那就好可惜啊，他说你这个形象非常适合唱傅派呢。”然后，当傅老师看到我的第一面，他说：“哎。”这个小姑娘我好像看到过的。我说我们第一次见面啊。他说我好像看到过，你太熟悉了。在后面他才想起来说，哦，我好像在家乡也看到过一个跟你很像的女孩子，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了。然后我说那对的，我说你是看到过，因为那个女孩是我妈妈。所以说当时是我把我妈妈接到上海，然后跟傅老师我们才在他家里面吃饭，我们还合了张影。我说觉得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因为我妈妈因为很多原因没有当上越剧演员，但是作为女儿的我就变成越剧演员了。所以说注定我们裘家是肯定要唱越剧唱傅派的。当时到上海的时候，在04年，然后老师就说，他说其实你的基本功，你的形象很适合演秦探。那当时秦探已经有28年没有被搬上舞台演绎过了。然后我说那有那么多师姐啊老师在，我说那我行不行呢？他说老师觉得你可以就可以，他说你放心，我会手把手教你的。然后就在06年的夏天，秦探就开始复排，然后也就在当年是距老师上次演出28年以后，就我演的焦桂英，然后是老师手把手教的这个戏就搬上了舞台。哦，我明白了，此今王魁必不得一心，他中了草药是天子门生，于是丞相的女婿，你们是怕他，不管杀他，怕他你们也怕他。然后特别感动的是，杨告那场戏，就杨告那场戏是焦桂英跪在这个香炉前哭诉那场戏，然后我一直没有入戏，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情绪又不够，然后老师就很着急，他说啊，你这样吧，他说你看录像啊，或者说，我站了焦，你都没有到位，那好，那老师也跟你一块，他就跪在旁边，他前面也放个香炉。然后就是等于说2个焦桂英前面都放个香炉，他当时已经80多岁了，他就跪在那个排练厅的那个香炉前，他就一招一式全帮我示范，就真的是手把手教，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吧。就刚刚您说的一样，他是非常非常的优雅、大方、美丽、善良，也很慈祥，也很可爱。这个失忆的蝴蝶当时是，老师也是80多岁的高龄，然后我当时是给他伴舞的，我前面也有人唱，然后老师说，我还是想跟观众见面。他上台之前，他这个旗袍还有包括蝴蝶胸针，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家里面有好多好多那个蝴蝶胸针，他特别喜欢蝴蝶，然后每次穿什么旗袍，穿什么衣服，然后配什么胸针蝴蝶，都是经过精心的挑选。然后老师很精致，但是呢，他又很能吃苦。他那个时候我在排戏的时候，他有时候在旁边看着跟着，从我们合成的时候，从早上然后进台对光彩排到演出，他一直都在。包括我在粤女争锋的时候，他场场都到。就是我们当时其实强度很大，就可能说上午排练，下午比赛，晚上决赛，他就从早到晚都在那个观众席里面。
就帮你把关，给你加油，给你鼓励。真的是，他也是为了越剧艺术奉献一生，但他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亲切的奶奶、亲人。我觉得传承和发展是作为我们戏曲演员要同时进行的，要齐头并进的。因为我们要传承好老师的经典剧目，当然也要有自己根据时代、根据这个时事、根据大家的审美去进步的这样的一个原创作品。所以说，近几年来说，在巩固老师的这个传统剧目的同时，我也尝试了有10几个不一样的这个原创角色。那原创角色对我来说，我特别的开心，是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去创造角色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演甄嬛里的华妃，就当时我是在电视跟小说里面看到《甄嬛传》，我觉得哎呀是很好看，或者说哎呀我好想演里面一个人物。我看看我说哎呀我特别想演华妃，虽然说她这个人物是有点反面的那种人物，但是我说她有挑战性。然后当时是刚刚我生完宝宝不久，就属于最有母爱的状态的时候，就刚刚接到这个戏是演华妃。然后我当时就怎么说呢，就想哎我现在这个母爱状态要掩盖起来，我要投入到一个宫廷里面，一个很嚣张跋扈的，一个很高贵的，一个很艳丽的这样的一个华妃的形象。所以那段时间的话，我觉得在创作过程中还是很过瘾的。包括这个石爷也是一样，就石爷的这个角色，应该说是我这么多角色里面跟我自己性格反差最大的。就我生活中不会吵架，就是你让我吵架，我就觉得哎呀我就静音了。但是在台上，他是一个大声说话，然后是那种非常爽快直肠子的人。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说我是体验了一把，就是石爷的人生。就特别爽快的那种人生，就可以在台上就是尽情的笑、尽情的哭、尽情的说话、大声的喊叫，就也非常过瘾。所以说，演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职业，就是我觉得是比一般的职业可能幸福的点在于他好像多活了好几辈子，就演了好多人物的这种喜怒哀乐，就所以说我还是会珍惜每一次能够有原创角色的机会。印记呢是在2019年我自己参与策划，也是发起人的这样的一个剧目。那这个原创剧目它非常非常的新，那可能也是比较先锋的这样的一个题材。它讲述的是在五代十国那个时期，在一个边陲小国里面有一个公主，她叫月公主，然后她遇见了一个翩翩家公子叫公子瑜，她爱上了那个公子。他的身边还有2个人物，一个是很忠诚的、很帅气的侍卫长，还有一个是很霸气的、很腹黑的国王。然后，就为什么这个戏它会比较先锋呢？它跟我们现实中是有点点相近的。就3个人物代表着3种目前来说很流行的男性人物。王是霸道总裁，然后那个公子是文艺男青年。然后那个侍卫长他是暖男，就说很多时候我们现代女性在生活中会碰到这样的男性，他会怎么选择，或者说他会去对这3种类型的男性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心理脉络的呈现呢？所以说这个题材我觉得是很适合当代的女性，包括白领啊、大学生啊去看的。然后这个戏里面的很多造型啊，它的舞美啊，它的质感还是偏电影化的，就可能你来看的话，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可能跟传统的越剧会有些比较大的区别的这样的一个越剧，是一个比较新的越剧。那我也希望，我自己是做一个比较实验性的这样的一个尝试嘛，也希望有很多观众能够进剧场来看，也希望早日能够来北京演出，也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提出更好的建议和意见，那让我们这些演员们能够在原创的路上呢走得更顺风顺水一点吧。
其实会有很多人问我，因为其实电视剧包括电影，它的传播力会很大。然后我去演央视的那个《西游记》的小龙女也是非常幸运，当时杨洁导演就来选演员的时候就选到我了。然后我当时才15岁，我也就很懵懂的去拍了我人生中第一部电视剧，然后就那个大概捧了2天的瓶子。在那个跟左老师旁边，我还挺开心，因为我小时候的这个偶像就是左老师，然后还有六小龄童老师他们，就徐少华老师。然后当时看到，我觉得哎呀，我在做梦嘛，然后就参与其中。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当时杨洁导演他跟我说，他说他的戏他都喜欢找戏曲演员来演，是因为戏曲演员在演电视剧的时候，他是有那种特别古装戏，有种古典的气质在里面。而且因为通过戏曲的这个熏陶，它的这个整个的底蕴是非常适合古代人的这种气质的。所以说他说你可以尝试一下去拍电视剧，因为拍电视剧的话，它会增加你的就那种内心那种情感的细腻度。因为有时候舞台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夸张，但是走内心的不够。他说这样可以弥补你一些在内心塑造人物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程度吧。后来我就说好的，后来就也是有机会就拍了一个电影《醉公主》，还有央视的那个电视剧《歌王》。我觉得我每次拍完戏以后再回去演舞台剧，在很多角色的这个塑造上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当一个专业的影视演员。我觉得专业影视演员已经很多了。就每年有大批的非常漂亮的、非常年轻的这个演员们在进入到这个影视圈中。那我们其实戏曲界还是很缺人才的，就自己从12岁开始学戏，对戏曲有着感情，有使命感。那还是希望自己能够通过不断的努力，在戏曲这条路上面能够更加的走得更加顺利一些。我的确参加好多综艺节目，大概有自己数了一下，已经上百场了。然后，我自己也学了中传媒的广播电视编导，然后当时也是喜欢，就是我觉得传媒这一块对我们来说，就戏曲演员，戏曲是需要传承，是需要推广的。那怎么样让更多年轻的人，90后啊、00后啊，能够关注到我们戏曲？那传媒这一块是肯定不能放弃，也要去好好的就去钻研一下。所以我就选择了就去上一些综艺节目，就只要能够上综艺节目，能够上电视里面，然后只要观众能看到我，那我就会去传播说我是越剧演员。包括一些美妆节目啊、美食节目啊，包括是我们那个西码头那个大学生的电视挑战赛。我觉得很多时候是用一个自己的方式，让观众先认识你，先知道你，先知道有戏曲有越剧，然后它是很美的。这样的话，慢慢的从浅到深，他们会被吸引过来，然后他们会成为我们越剧的观众。这个我觉得就非常的开心了。戏曲的前景还是要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戏曲演员们再多多努力，因为其实我们前辈们给我们留下很多的这个艺术瑰宝，我们要传承下去。那现在的话，我们国家对戏曲这一块很支持，所以说我们会录一些教材啊，然后我们会进校园去教一些包括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些那个同学孩子们。那作为我来说，我觉得一个孩子从小能够学戏曲的话，对他的这个知识储备量也好，对他的这个对语言的这个了解能力也好，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女孩子啊，就女孩子，我觉得我女儿是天生比较好动，然后就静不下来。然后我在3岁开始就教她学越剧，她就慢慢的有点像那个淑女的样子了。然后现在唱的呢，她自己也会挺喜欢。就是说学戏曲的话，她对咬字啊、节奏啊、音准啊，就包括以后想走音乐的路线啊，包括舞蹈路线都是有帮助的。我会不遗余力吧，就是能够传播的话，就是进校园也好，录视频也好，也希望能够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把我们的戏曲再传播出去。就这一次演出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或者终身难忘的。
在2019年的11月5日晚上，在豫园的古戏台上，为两国元首夫妇演出了经典剧目《梁祝》中的18相送选段。那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也有点小兴奋，也有点紧张。想着就是给自己加油，就一定要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两国元首夫妇。也非常非常的荣幸，在演出结束后能够得到两国元首夫妇的这个握手，然后交流、合影留念，这也是我此生毕生难忘的一次演出。那戏曲呢，是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瑰宝。那作为一名越剧演员呢，就是要传承和发扬我们的中国传统文艺、传统戏曲，是我们的使命。那我会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继续把我们的中国戏曲、中国越剧给传播开来。也希望我们的戏曲、我们的越剧能够越来越好。那我就为大家清唱几句我的新戏《燕记》中的四句唱。它的唱词是：人人弃恶皆向善，天下太平尽圣贤，心中陡然起烈焰，世间皓月无偏跹。声声弃恶皆向善，天下太平尽圣贤，心中头上腾烈焰，世间皓月无偏跹。谢谢。首先非常的开心，20多年了，就是还是有那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我、支持我。那作为我来说呢，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出更多的作品来回报给大家。也希望你们能够在看戏或者说是听戏的同时呢，能够得到一种特别美妙、特别开心的心情。谢谢。